政府喺2016年推出醫健通，作為一個全港性以病人為本嘅電子平台，讓公私營醫護機構喺獲得你嘅授權之後，可以取覽同互通你嘅電子健康記錄。醫健通亦由2024年開始，逐步由一個健康記錄互通系統轉型為集醫療數據互通、服務提供及流程管理於一身嘅綜合醫療資訊基建，為市民帶嚟更優質嘅醫護服務。醫健通有咁多好處，我都想為家中嘅小朋友登記。仲有嗰啲冇能力給予同意嘅人士，又可唔可以登記參加醫健通呢？合資格代缺人可以為小朋友及無能力給予同意嘅人士，透過唔同方法登記參加醫健通。對於未滿16歲嘅兒童，佢哋嘅家長、監護人或者其他符合電子健康系統條例規定嘅人士，都可以成為合資格代缺人。而已經16歲但係冇能力給予同意嘅人士，根據精神健康條例委任嘅監護人同埋其他符合電子健康系統條例規定嘅人士，都可以成為合資格代缺人。有關更多關於代缺人身份，可瀏覽醫健通網頁。你可以代缺人身份為其他人士透過唔同渠道輕鬆登記醫健通。首先，家長可以透過醫健通流動應用程式為16歲以下仔女一站式登記醫健通。只要根據指示，透過醫健通流動應用程式拍攝子女嘅香港出生證明書，然後再填寫及核對相關資料，細閱各項資料後遞交申請，就可以輕鬆完成登記。相關詳情可瀏覽醫健通流動應用程式嘅網頁。同該人士一同親身前往登記，你只需要帶同你嘅身份證明文件，例如香港身份證，親身到醫健通開戶點，包括醫院管理局、醫管局或衛生署轄下嘅電子健康記錄登記站，為你提供醫護服務，並已參與醫健通嘅私營醫護機構、指定郵政局、地區康健中心、醫健通流動登記站或醫健通電子健康記錄申請及諮詢中心。但係如果唔方便親身去申請，可以點？即使未能親身前往登記，你都可透過網上或者書面以代缺人身份遞交申請。作為家長、家人或者同住人嘅代缺人，可以到醫健通網站點選立即登記，詳細閱讀及明白參與者須知。特別係參與者須知內嘅代缺人為醫護接受者處理登記事宜時應注意事項，收集個人資料聲明同其他重要資料之後，輸入同核對資料，便可為其他人士遞交申請並完成網上登記。代缺人亦可以透過智方便為11歲以上人士遞交申請，使用填表通填寫佢哋嘅個人資料，為佢哋登記醫健通，同時核實身份。你亦可以喺醫健通網站下載登記同意書，填妥後郵寄或傳真至電子健康記錄申請及諮詢中心。不過等等，由於唔係親身前往遞交登記，所以記住要完成最後一步，核實你哋嘅身份，以開通醫健通戶口。你只需要帶同你嘅身份證明文件及有關人士嘅身份證明文件副本，前往上述醫健通開戶點，讓職員核對個人資料，就可以開通同使用醫健通啦。成功登記並開通醫健通戶口後，你會透過所登記嘅通訊方式，收到有關通知同埋一組8位數字嘅授權號碼，方便你管理有關人士嘅醫健通戶口。同時，衛生署、醫管局、基層醫療署、由特區政府、醫管局或者醫管局附屬法團管理或者控制嘅醫療機構及所有已參與醫健通嘅私營醫護機構，便可以存放有關人士嘅電子健康記錄到其個人醫健通戶口，而你亦可為有關人士自主給予個別私營醫護機構互通同意，授權有關私營醫護機構取覽有關人士嘅個人醫健通戶口內嘅電子健康記錄。代缺人完成登記後，記得即刻下載醫健通流動應用程式，新增有關人士為家庭成員，之後就可以隨時隨地管理自己同佢哋嘅健康狀況，有醫健通幫手建立終身同埋更全面嘅健康記錄。